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日本真出名的卖场唐吉诃德台中店，今仔日正式来开幕，占地550平，是全台湾的第4间，嘛是中部的第1间。重点是，这个全新的舒适的牌子嘛来开店，要来挑战到台中人的口味。啊，今仔日开幕的第1天，人潮滚滚滚。 本就名商场唐吉诃德今日下晝正式開鋪，工作人員伫咧現場等等，道邊將真早就來遮排隊。日本唐吉诃德來到台中老虎城購物中心是全台灣第4間店，嘛是中部第1間。開幕頭一天，營業時間一日到，現場是人山人海，民眾手攜攤，今日來賣場內底，攏真期待買好物件。 想要买一些饼干啊，或像葡萄这样子。熟食想要找就是生鲜，像生鱼片，对。然后化妆的部分话，像就是洗面乳，还没来逛过这种场所，然后觉得哇，在这里可以买到日本的东西，觉得还蛮兴奋的。唐吉诃德老虎城店占地550平，店内底除了有伫咧卖化妆品，嘛有伫咧卖真侪好食的料理，另外还有专心品牌xuất食，要来看台中人敢食合。我想一个是人潮的效益嘛，那另外一个就是品牌效益，因为毕竟有好的品牌进驻，那相对的一定有一些品牌他们会愿意来这里。唐吉诃德建筑伫咧台中这期的新品数百款，嘛宣布伫咧12月开始试营运。全店8层楼有美食、读册所在和亲子体验，预计会打造做城市美术馆。高楼的商店已经提早试营运，互民众参观。大型商场日头建筑，嘛互台中愈来愈热烈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